在这边这一个就是土地公，他领悟在他身上，他是一个天才。那他先就在讲说，我要求到了，那个求道时间已经到，他叫那个台上的点完师，赶快，你赶快下来的意思，因为他没办法开口。这是在我们义和圣堂的3楼，义和圣堂的3楼。现在是王点完师在台上讲课。那他因为他知道时间到了，他叫那个请那个点完师赶快讲，赶快下来，不要再讲了，因为他要求到了。有没有听到？求道仪式开始了，他有没有很诚惶诚恐的感觉？有没有？他觉得他穿上不够慎重，他想要穿点完师的道袍比较慎重的意思。可是点完师又太大，所以去找了那个王志礼点完师的道袍给他穿。他有没有很期待？各位浅显，有没有感受到他的期待？有。哦，你看那个服装仪这种整理的很好的，等一下看一下他是披头散发的，为什么披头散发？因为很激动。有没有很期待？真的很期待。土地公求道。道袍借来的，后来是借我们那个治理点完师的道袍。有没有？请求道人平心静气，跪听读表，换他了。你看他已经激动到怎样？哭了，那是感动的眼泪哦。我们的前人是点完师哈。因为求道仪式，他就省略掉，现在已经晚了哈，求道仪式晚了，叩谢他的点完师，就是我们的前人，叩谢他的隐师哈，3叩首，真的是再造之恩。他有没有很激动？哦，真的很激动。然后叩谢他导师是我们的周茂秋点完师。再来叩谢大家的护持，有没有看到他的头发？再来叩谢老母，有没有看到他的头发？这个时候灵性就离开了。各位姐姐，他为什么那么激动？真的。他可以回到里天呢，他不激动吗？你看他本来是很整齐的头发啊，因为他都很激动，扣手什么都扣得很大力，哇，他披头散发的。所以各位浅显，一个气天神他求道之后，因为他灵性可以直接从气天回到里天，他这样会不会很激动？对。他为什么要哭的那么？他是很感动的哭，那是感动的哭。今天如果让我们可以回去，大家也会痛哭流涕，会不会？会。真的是这样，所以各位姐姐，这起码是事实。这几人3楼，义和圣堂的3楼办了天草的求道仪式，好，所以说各位姐姐，真的是天草、地草、人草、山草五度哈，好，所以。